香港人中意長揸收息股，唔係單單睇息率咁簡單㗎。唔想賺息蝕價，就一定要做好選股。Hello，大家好，歡迎返到嚟講故事。呢度會同大家緊貼市場資訊，分享我呢10年嘅投資經驗同實戰思維俾大家。如果你想學多啲學校從來冇教過嘅投資知識，即刻撳個訂閱。中意呢類型內容，記得撳埋點讚，開啟小鈴鐺同分享俾朋友，快啲達成財務自由啦！事不宜遲，今日會同大家深入剖析一下一間香港最重要嘅公共交通同埋物業發展綜合企業，編號為66嘅港鐵。港鐵係香港公共交通嘅骨幹，憑住佢嘅獨特而且難以複製嘅鐵路加物業發展模式，呢個係港鐵最核心嘅競爭優勢。政府授予港鐵鐵路沿線土地嘅發展權，物業發展所產生嘅利潤，用以補貼鐵路建設嘅高昂成本，同埋支持未來網絡擴展，形成可持續嘅資金循環。就係咁構建咗穩固嘅商業護城河。另外，港鐵嘅背後大佬亦都非常強勁，係由香港政府透過財政司司長法團持有公司74.45%股權，為控股股東，其餘為公眾持股。而公司業務主要分為5大核心。第一就係車務營運，即係香港人經常都會搭嘅地鐵、輕鐵同港鐵巴士。呢個係公司收入基礎，2025年貢獻咗大約42%收入。第二就係中國內地同埋國際嘅鐵路、物業租賃同埋管理業務。你冇聽錯意，其實港鐵唔單止做香港生意，佢嘅業務範圍包括深圳、北京、倫敦、悉尼等等地方，都可以見到港鐵嘅蹤跡。2025年貢獻咗大約37%收入。第三就係香港車站商務，即係出租車站內嘅廣告位、零售鋪位同埋提供電訊服務。呢個核心業務利潤率高，2025年貢獻咗大約9.6%收入。第四就係香港物業租賃同埋管理業務，港鐵透過出租同管理旗下投資物業，提供穩定經常性收入。2025年貢獻咗大約9%收入。第五就係物業發展，透過同發展商合作，開發鐵路沿線、住宅及商業項目，利潤喺項目完成嘅時候入賬，波動性較大。喺港鐵財務方面，2025年就未如理想，收入同埋利潤都有下跌嘅情況，總收入同埋利潤按年下降約7%，主要受到折舊增加、經營開支上升而影響。雖然係咁，但係對公司基本面影響唔會好大。喺派息方面，港鐵用咗穩健嘅漸進式股息政策，全年股息合共每股1.31港元，以現價30.5港元計算，過去12個月股息率為4.3%，係當前低息環境下有一定吸引力。喺呢個複雜而有多變嘅環境，港鐵亦充滿唔少機遇。第一就係物業發展利潤集中釋放。市場預計2025至2026年為上一輪物業發展週期嘅利潤集中入帳期，主要嚟自日出康城第12期、港島南岸等項目，將為未來2年業績提供重要支撐。公司亦預計將錦上路站、屯門第16區等新項目進行招標。第二就係香港房地產市場回暖，如果香港樓市持續復甦，將有利於公司未來土地招標價值同埋物業銷售利潤，為長期增長帶來動力。第三就係鐵路網絡持續擴展，港鐵正推進多個重要鐵路項目，包括小蠔灣站、東涌綫延綫、屯門南延綫等等，並已簽訂北環綫部分項目協議。呢啲投資雖然短期增加資本開支，但長遠能擴大網絡效應，帶嚟新增客流量同埋未來上蓋物業發展機會。雖然港鐵機遇處處，但係股市世界並唔存在十全十美的股票同埋必勝策略，每一筆投資都伴隨着取捨同埋機會成本。如果你突然研到完美嘅股票，咁大家就要更加小心，因為好大機會係你睇漏咗嘢。第一就係港鐵將面對龐大資本開支壓力。為咗推進新鐵路項目同埋維護現有資產，公司未來幾年資本開支龐大，預計2025年至2027年投資約908億港元，導致自由現金流持續為負，增加負債壓力。第二就係海外業務波動同埋地緣風險，英國、瑞典等地業務貢獻減少，已拖累2025年收入。海外業務營運受當地經濟、政策同埋合約變動影響，帶來不確定性。第三就係港鐵對香港經濟同埋地產週期敏感，公司嘅物業發展利潤同香港樓市景氣度高度相關。同時，車站、商務及物業租賃收入亦受本地消費市道影響。
總括而言，港鐵公司係一間業務模式獨特、擁有寬闊護城河，但同時面臨增長同埋資本開支平衡挑戰嘅公用事業兼地產發展商。對於追求穩定收益嘅投資者嚟講具有吸引性，大約4%嘅股息率提供穩定現金流，而且公司過往派息記錄穩健，適合作為收息組合嘅核心成員。但係投資者同時需要重點跟蹤公司未來物業發展項目嘅利潤入帳進度、香港客運業務的盈利能力改善情況，同埋龐大資本開支對財務狀況嘅影響。最後，希望以上分析能夠幫助大家更深入了解港鐵。投資涉及風險，大家務必審慎選股。希望今條片幫到大家。最後記得俾 like、訂閱同 share 俾朋友仔，仲有撳埋鐘仔啊！我哋下次片再見，拜拜。